好雪，天天的，一会儿就刮一层雪。看看老头弄得怎么样了？哎，老头你还挺快，火都点着了。我都煎好了。哎，好用不？看看这炉子，好用，子。这个炉子可漂亮，我必须给你烤点牛肉干看看啊！肯定好用。等着，我给你烤一锅。这牛肉干就冬天晒才更好吃，冻得嘎嘎的，冻干的。犒劳犒劳老头，多给他烤点，明年还给你买新炉子。够了够了。擦干净了，这个擦干净，这个可以烤了，烤吧。多烤点。哎，是这样的炉子哎，啊，这个挺好，就为了烤肉用的。 2层呗。对呀，好肥的。我去拿剪子。老头爱吃肥的，就这肥肥的给他烤点。这也是烤箱吗？哎，这里也能烤哎，老头。你这样烤，哎呀，烤箱炉子，吊的烤上，别浪费了，吊的给老头吃。哎，多好看！这个好。这个放这儿吧。给你搅的小点吧，老头。凉得快，小的。嗯，哇，真的。嗯，还是肥的好吃。吃完再给你烤啊。嗯，太好吃了。块儿，对，再给我来块这个肥的，再切块。还是肥的好吃。我吃这块，这块肥的多。我来这块。太香了。快！搞错了。扔。来，再来一下。你拿那么长的筷子干嘛？那长筷子是给别人吃的，都放自己嘴里了，就给我喂才用长筷子啊！一会儿瘦的吧，肥的吃够了。